第6章11個結賬前要做嘅思考。一杯咖啡幾多錢？如果你行入一間咖啡店，見到中杯12盎司標價3美元，你可能會答3美元。咁簡單，我點解仲要問呢個問題？因為呢杯咖啡實際會花你更多錢，多到超乎你想象。而家花錢太容易，好少人會停低諗每筆交易嘅真正花費。碌信用卡，喺手機點幾下或者撳個掣就俾咗錢。可惜花錢越容易，人就越會花得多，而且好多人冇有留意咁做嘅後果。儲錢就等於揾錢，你每一次消費都係一種交換。花錢買某啲嘢，等於少咗呢筆錢去儲蓄，或者少咗錢買其他嘢。若你想快啲達成財務自由，你唔單要明白呢個概念，仲要用呢個方式諗每筆金錢交易。你用錢換咗啲咩？呢個嘢值唔值得你花呢啲錢？花錢喺 A 嘢上，會唔會少咗錢花喺 B 嘢上？如果係 A 同 B 邊個更重要？換句話講，買呢啲嘢嘅代價係咩？你花錢嘅時候唔單止俾咗錢出去，仲俾咗時間，仲有呢啲錢未來嘅潛在價值，而且你仲增加咗達成財務自由目標數字需要嘅時間。你買嘅每件嘢都係用自由去交換。對你嚟講，咩更有價值？未來早幾個月嘅自由，定係一件新大褸？若你想做出更聰明嘅金錢決定，就要小心花錢，諗清楚你買或者冇買嘅每件嘢背後嘅真正價值，再決定買唔買。為咗做到呢一點，你要問自己11個關鍵問題，將呢啲問題記熟或者放喺銀包，記喺手機，可以幫你減少唔必要衝動嘅消費，仲會俾你對每筆開支更有信心。掌握咗呢11個問題，你會發現萬物都太貴，到最後你會自動減少花錢，增加儲錢。11個問題感覺好似好難記，但佢哋最終會變成你買嘢時嘅自然反應。我仲整咗一份簡單嘅提醒清單，你可以喺網站 https://financialfreedombook.com tools 下載、列印或者儲喺手機。你每小時賺幾多？定期計算同追蹤嘅方法。喺學呢11個問題之前，你要先搞清楚自己嘅實際收入，尤其係你真實嘅每小時人工。你嘅每小時真實人工越高，你為自己嘅時間揾到嘅錢就越多。點解要計真實人工？因為透過呢個真實數字，你唔單可以睇出自己用幾多時間換幾多錢，仲可以用呢個資訊衡量某件嘢實際花你幾多錢，值唔值得買。你嘅薪金單可能寫你每小時人工係20美元，但呢個只計咗你坐喺寫字台前或者工作期間嘅時間，冇有計入你為咗呢份工額外花嘅所有時間，例如通勤、返工前準備、買返工着嘅衫、因公出差、週末減壓為星期一嘅工作做準備等等。呢啲時間你都冇人工，雖然呢啲係你嘅時間。一份正職工作消耗嘅時間同人生遠超你想象。若果你將呢啲時間加進工作時間，實際計出你每小時嘅人工，你會發現你揾到嘅錢遠少過薪金單上嘅數字。你嘅每小時真實人工會隨正職薪金增加，開始搞副業等因素而變。所以為咗計你嘅淨值，你要定期計同追蹤人工。當你了解自己嘅每小時真實人工，就更容易評估新工作同揾錢機會，追求更好嘅薪酬待遇。先選出基礎工資。要計精準嘅實際人工率好難，因為返工前準備、通勤、買返工衫、出差等等經常喺變，所以只要按實際估計就得。跟住落嚟，我哋計基礎人工。若你而家係領時薪，你已經知自己嘅每小時基礎人工係幾多。若你領月薪，就要睇你實際工作嘅時數。你亦可以用稅前年收入除以全年總工作時數。先計你每星期平均工作幾多鐘，再乘以一年工作幾多星期，要扣除假期同節日。喺月薪情況下，你工作時數越多，你每小時真實人工就越低。假如你每星期工作50小時，一年工作50個星期，你一年嘅工作時數就係2500小時，好多時間。呢時若你一年搵5萬美元，每小時基礎人工就係20美元。5萬美元乘以2500小時等於20美元。
若你真係唔知一星期工作幾多小時，你可以記錄幾個星期嘅工作時數，揾個平均。若你嘅工時唔連續，例如每日有1小時可以喺寫字台上網，呢1小時都要計入工作時數，因為你喺返工，冇得用呢段時間做其他嘢。跟住計算每小時真實工資。我哋而家計咗基礎人工，現在計你嘅每小時真實人工。回想你每星期花喺所有嘢嘅時間，包括通勤到公司、因公出差，好多時間，為返工買衫、參加公司活動或者任何若冇呢份工我唔會做嘅事，例如放工後去按摩減壓。一般人平均每日花大約53分鐘通勤，等於一年花咗220小時喺通勤上，相當於每年多咗27.5日，每日8小時嘅工作日，而呢啲時間係冇錢收。若你嘅工作要經常出差，呢啲時間加起嚟都好可觀。只要出外開會或者拜訪客戶幾日，一年加起嚟等於幾百小時。你喺南部城市開營銷會議，就唔可以喺其他地方做其他嘢，所以一個正常8至10小時嘅工作日，會變成連路程超過16小時嘅工作日。簡單3日出差可能花你48小時，而唔係若你唔出差嘅24小時。若你經常出差，你可能會好震驚，自己嘅實際人工率其實好低。我幫一個做企業顧問嘅朋友計過，佢年收入25萬美元，一年時間幾乎全喺出差，因為投入嘅時間同路程，佢嘅每小時真實人工大約係35美元。呢個數字低到俾佢嚇一跳，所以幾個月後佢轉咗工。用下方嘅表6到1，寫低你一星期花幾多時間工作，幾多時間做同工作有關嘅事，再用呢啲資訊計你稅前同稅後嘅每小時真實人工，將你嘅年收入除以因工作花費嘅總時數。另外，你可以上 https://www.taxfoundation.org 揾你適用嘅換算率。我亦設計咗一個線上計數機，你可以喺 https://financialfreedombook.com/tools 計自己嘅實際人工率。若你嘅每小時真實人工比想象低，唔使擔心。稍後我哋會探討點樣最大化你嘅每小時真實人工。而家我只想你先建立概念，目的係俾你喺花錢時可以評估一項物品嘅真正價值。而家你知咗自己嘅每小時真實人工，跟住落來可以開始問自己以下11個問題，幫你評估花錢嘅真正代價。每個問題都可以幫你答花錢時最核心嘅問題。呢個嘢值唔值得？答案可能會俾你好震驚。問題1：買呢個嘢可以俾我幾快樂？好多人想買嘢嘅時候，會先睇價錢，然後問自己可唔可以買。價錢越低，決定越快。呢杯咖啡3美元，我想唔想花3美元買呢杯咖啡？美國人每日買4億杯咖啡，咖啡相對平，易揾，入手前唔使多諗。但係下次你想買嘢嘅時候，先問自己一個更個人嘅問題：花呢筆錢可以為我嘅人生加幾多價值？而家會俾我幾多快樂？到聽日同下個月我會有幾快樂？你越練呢個問題就越易答。你會發現好多以為會俾你快樂嘅嘢，其實唔會俾你快樂，或者曾經俾你快樂嘅嘢，已經唔再俾你快樂。呢個係掌控金錢嘅概念。因為佢會逼你深思後再決定，只有你知咩嘢真係俾你快樂，真係值得你花錢。你要諗短期同長期嘅快樂，因為下個月你可能會後悔買咗今日俾你快樂嘅嘢。買咖啡時答呢個問題好易。若你鍾意飲靚咖啡，朝早飲一杯優質咖啡可以俾你開啟美好嘅一日。你可能會覺得花25美元買一袋咖啡豆，或者喺附近咖啡店花3美元買一小杯咖啡好值得。好多理財書同專家建議慳低每日飲咖啡嘅錢，或者任何你習慣消費令你開心嘅小嘢。概念係話小額消費會聚少成多，一日一杯3美元咖啡等於一年1095美元。呢啲錢應該拎去儲蓄，或者為未來投資做更好嘅用途。但呢啲小事會俾你快樂，為你嘅人生注入幸福，所以比表面睇落更有價值。你最好嘅朋友可能唔願意每星期花25美元做指甲，但若呢件事你快樂同自信，無論點你都應該去做，
唔好為咗慳少錢放棄你鍾意嘅嘢。信我，宏觀嚟講，生活中嗰啲微小快樂時刻，可能比你多儲嘅錢更有價值。另一方面，若果你喺機場好悶，有啲口渴，你可以用呢個問題決定要唔要買一樽有機冷壓蔬果汁，或者你會決定免費嘅飲水機都可以達到同樣目的。仲有，嗰樽蔬果汁賣14美元，應該夠俾你打消買嘅念頭。價錢較高嘅嘢，例如一套好質感嘅西裝、一架車或者一間屋，就好難答。呢個會俾我快樂嗎？人通常花最多錢喺屋、靚車或者豪華旅行上，因為佢哋覺得自己應該咁做，而唔係因為佢哋真係想要，或者呢啲嘢真係令佢哋快樂。若你鍾意揸車，又熱愛靚車，買架高性能車可能值得。你亦可能決定，為咗最大快樂，可以花少啲錢買車，慳低嘅錢用喺每年嘅歐洲旅行。到頭來，兩者嘅價錢可能差唔多，但邊個從你最大快樂？若你唔肯定，再諗一晚，或者同自己定規矩，唔買任何你仲唔肯定價值嘅嘢，只買你想要、惹你快樂嘅嘢，拒絕任何你覺得 OK 啦、可能或者我唔知嘅選擇。所以，下次你經過咖啡店、美甲店、酒吧或者上網揾嘢買嘅時候，問自己，呢個花我幾多快樂，值得花呢啲錢嗎？等幾日、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，再問自己同樣問題，睇下仲唔仲想買。有個好策略係喺花錢前永遠等一段時間，例如等30日，或者網購車唔即刻結賬。問題2，我要賺幾多錢先至能夠買呢個嘢？我哋講下數字，買嘢時俾嘅係稅後收入，代表你要揾比呢個嘢定價更高嘅錢先買得起。例如你嘅所得稅給佢係30%，代表你一星期做5日，有1.5日嘅收入要拎去 K 稅，亦代表你揾嘅每1美元其實只有0.7美元嘅購買力。根據你適用嘅稅率給佢，仲有你嘅退休金、地方稅等等因素，嗰杯3美元嘅咖啡其實要花你更多錢。無論買咩，你出去嘅代價可能比售價高20%至40%。你可以用以下公式計想買嘅嘢嘅稅前價錢：想買嘅嘢嘅售價乘以1減你嘅所得稅率，等於呢件嘢嘅稅前價錢。再用咖啡做例子，假設你嘅所得稅率係25%，所以3美元乘以1減0.25等於4美元。換句話，要俾一杯3美元嘅咖啡，你要揾4美元，多出嘅1美元似係小數目，但金額更大嘅消費差別就好大。例如，若你嘅所得稅率係25%，你想買架4萬美元嘅車，你要揾大約53,333美元嘅稅前收入先拎得起，多咗13,333美元。簡單講，你 K 咗幾多稅，你就要揾多幾多錢先買得起一件嘢。所以，若你 K 15%所得稅，你買嘅任何嘢，真實價錢會比售價貴15%。想計得更加仔細，你會發現價錢更高，因為仲要 K 退休金、社保安金、健康保險費等等。你應該喺你現行所得稅率再加7.5%至15%，咁先啱。呢個係點解慳稅好重要，因為呢個可以最大化你揾嘅每1美元嘅價值。光係扣減5%嘅稅，就等於每星期慳2小時時間，或者1年超過100小時。從時間角度諗，金錢好有幫助。呢個亦都帶到下一個問題。問題3，我要用生命中嘅幾個鐘頭去交換呢個嘢。我哋討論過，金錢無限，但時間有限。只要你花時間工作攞薪金，就係用人生嘅時間換金錢。美國人嘅平均壽命大約係79歲，代表平均可以活69.240小時。因為人生有1/3時間喺瞓覺，所以清醒時間大約係46.1360小時。若你而家20歲，預計活到79歲，你仲有大約34.4560小時清醒時間。若你30歲，活到79歲，你仲有大約28.6160小時清醒時間。若你50歲，你仲有大約16.9360小時清醒時間。下次你去買嘢時，先問自己，我要用人生幾多時間換呢件嘢？
我要做幾多小時工先抬得起呢杯3美元咖啡？本章早前你計咗你嘅稅後每小時真實人工，我哋而家計下買一杯3美元咖啡要用你人生幾多時間去換？商品標價乘以稅後每小時真實人工等於你交換嘅時數。為方便舉例，我哋用本章早前我計出嘅稅後每小時真實人工10.79美元嚟計，3美元乘以10.79美元每小時等於0.278小時。好，0.278小時等於16.68分鐘，所以我要做大約16分鐘40秒嘅工先買到呢杯咖啡，仲唔錯。大多數咖啡癮君子應該都願意做16分鐘工換杯靚咖啡，但若係更高嘅消費呢？若我想買架4萬美元嘅新車呢？4萬美元乘以10.79美元每小時等於3707小時，呢個係好驚人嘅數字，等於74個星期，每星期55小時，光買架新車就要做大約1年半嘅工，除非你買嘅嘢會升值，例如不動產。否則，若你揀買呢架車，你要儲更多錢或者做更耐工先達成財務自由。從另一角度諗，若你唔買呢架4萬美元嘅車，你可能可以早5年退休，視乎每人嘅財務自由數字而定。呢架新車值得你人生5年嘅時間嗎？若下一題你答係肯定，咁呢架車可能值得，佢攞你快樂。問題4，我買得起嗎？呢個問題看似簡單，但有太多人入不敷出，買嘅嘢其實負擔唔起，所以永遠要問自己呢個重要問題，尤其係你決定大額消費時，你買得起一杯3美元嘅咖啡嗎？可以，但若係一間30萬美元嘅屋呢？呢個視乎你嘅財務狀況同淨值，之前解釋過，亦視乎你已經儲咗幾多錢。以美國為例，只要睇個人淨值中位數同家庭平均年支出，就好易發現喺大多數情況下，我倉得起嗎？嘅答案應該係唔得。2016年，美國家庭平均稅前年收入係74,664美元，而佢哋嘅年支出係57,311美元。若果我哋扣除大約20%嘅稅，計出稅後淨收入，呢個家庭嘅收入大約只係剩59,731美元，代表佢哋揾嘅錢唔夠花。正因為錢唔夠，美國家庭平均背15,654美元嘅信用卡債、27,669美元嘅車貸同46,597美元嘅學生貸款。一般嚟講，任何單一消費，例如一次旅行或者一架車，唔應該超過你個人總淨值嘅2%至3%。若你啱啱開始儲錢，資產淨值係負數，你要付出代價補足財務缺口，例如唔買車或者買平價可靠嘅二手車。當然，若你嘅工作要你有車，你可以花多啲，但我仲係鼓勵你喺淨值變正數前，盡量花少啲，盡量用現金買車，避免抬貸款利息。呢個可能代表你要暫時押後出國。記住，你今日嘅選擇會令你聽日有更多時間同自由。買屋係例外，因為通常不動產會升值，算係可靠投資，而車只會貶值。向銀行借錢買屋好合理，要幾多借幾多。有啲銀行願意借比貸款額更高嘅錢，因為佢哋想你錯更多利息，佢哋先有得賺。除非你想炒樓，用銀行貸款同租客租金攞房貸，否則你只應該借自己需要嘅最低數字。第11章我會詳細解釋點樣評估同買不動產。而家你只需知一個法則，每年房貸或租金唔應超過稅後年收入嘅30%。有啲理財顧問話你可以用40%收入攞房貸，但我覺得太高。買屋係大多數人一生最大嘅支出，所以你應該將貸款減到最低，先有更多錢投資。問題5，唔睇金額，改用百分比嚟睇價格差異。一杯3美元同4美元嘅咖啡，中間相差嘅1美元看似唔多，但係25%嘅差別。透過用百分比睇價錢差異，你可以更容易評估兩種價錢間嘅真正差距。下次你行街比價嘅時候，請用百分比，而唔係金額數字。例如 A 牌咖啡豆一袋9美元，出名牌子一袋係12美元，相差3美元唔算好大，
但等於33%嘅價差，呢個差別就好巨大。其實呢陣買 A 牌豆就等於攞到33%嘅回報，好驚人！咁高嘅回報去邊揾啊？改用百分比睇價錢差距，做價值判斷會更簡單。要我多花33%嘅錢買某件貨品，佢嘅質素要好多好多。但若我判斷佢值得買，至少我知道自己有根據手上資訊揀咗啱嘅。多花33%嘅錢買杯同樣嘅咖啡可能唔值得。出名牌同其他牌嘅質素差別通常好細，但多花33%甚至50%或者75%，買明顯好飲好多嘅咖啡可能就值得。最簡單嘅揾錢方法係唔花錢，儲錢都適用呢個策略。例如喺餐廳食一道菜，比起喺屋企自己整，花你多幾多錢？芝加哥有間我好鍾意嘅牛扒店，氣氛好好，前菜同飲品都好正，但我計過嗰份$60嘅帶骨辣眼牛扒，比起我去街市花$15買同款肉自己煮，開支幾乎多400%，呢個係好大嘅日價。自從我開始咁計，以後我就多咗喺屋企自己整牛扒。若係特別日子出外食飯，或者值得，因為屋企整唔到餐廳嘅用餐體驗。但若我淨係想食份靚牛扒，400%嘅毛利真係太貴。問題6：有更平嘅咩？能免費交換咩？買任何嘢前都要諗呢個問題，可以免費換最好。若果你有耐性，會揾到好多免費嘢。我係免費回收網 FreeCycle 嘅忠實粉絲，呢個網站有好多免費物資，用戶有幾百萬，上面有好多寶物可以揾。唔耐之前，我揾到價值$300嘅全新果汁機，一架$500嘅健身單車，同一個好舒服嘅辦公椅，仲有唔好怕同人交換嘢。若你有用唔到嘅物資，就揾願意交易嘅人。若果揾唔到免費物資，你或者可以買二手貨，價錢會比全新平好多。無論係車、衫、電腦、書或者家私，好多嘢都會貶值，所以買二手可以慳好多錢。當然，你都可以買新嘢，你可以決定點樣用自己嘅時間同錢。我只係鼓勵你諗，可唔可以花少啲錢，買到同樣質素嘅二手貨。我個人覺得好少有物有所值嘅新嘢。我而家着緊一對原價$100嘅近全新皮鞋，我喺 eBay 用$19買，慳咗近80%嘅錢，而我只不過係撳幾個掣。當然，食物唔可以咁買。但你仲係揾得到更實惠嘅選擇，唔使為咗慳幾蚊花大量時間，但花少少時間揾住處附近最平嘅雜貨店或者農夫市場，長遠嚟講好有幫助。另一個選擇係以物易物或者等價交換，你可以將車借俾朋友，換佢哋每星期請你食一餐飯。大學時好常見，但踏入社會後，我哋會唔記得以物易物或者等價交換係可能。仲會平好多。我一直用自己嘅網頁設計專長換到各種嘢，由免費家私到遛狗、剪髮、不動產買賣建議同幾餐免費飯，全部透過等價交換得嚟。我亦見過好多人換到免費住宿，慳咗租金開支。雖然我自己未試過，呢部分我哋稍後再講。問題7：為求方便，我花咗幾多錢？每日喺屋企沖咖啡會花你幾多錢？當我哋買連服務嘅貨品時，都穿咗超高金額去換方便，例如咖啡、外賣食物呢啲嘢嘅利潤高到嚇人。假設你最鍾意嘅咖啡豆一袋1磅裝$12，等於每安士$0.75。沖一杯12安士咖啡大概要用0.75安士咖啡豆，所以喺屋企沖一杯咖啡大約係$0.56。每安士$0.75乘以0.75安士，比起喺出面買一杯$3，你為方便多來咗4.35倍。用以上原則可以輕鬆計出自己整飯要幾多錢，但唔好唔記得計入整飯花嘅時間，包括買菜、洗菜、洗碗，你都要考慮呢道菜我整唔整到。呢點好難量化，但至少幫你認清方便嘅價值。花$15俾人整一份簡單烤奶酪三文治或者凱撒沙律可能唔值得，
但係花$50俾人整一份5星級菜式可能就值得，換成喺屋企自己整可能要準備幾小時。不過若果你中意整菜，即使最後要用好多時間換，或者仍然值得。仲有自己整可能更加健康。喺家務上，若你嘅每小時真實人工係$40，咁你用1小時$20請人幫手除草，或者4小時$120請清潔公司打掃屋企都算合理。但若果打掃屋企4小時要$200，咁你自己打掃會平啲。當然，你可能覺得多花呢啲錢值得，換取4小時去做其他你中意嘅嘢。重點係留意自己做嘅取捨，認清你花咗幾多錢，方便性。我建議你開始計經常性消費嘅方便成本。我以前每日花$3買杯靚咖啡，直到我發現喺屋企沖咖啡可以用好低嘅成本有同樣效果。但係我旅行時間中仲會買杯$6嘅全世界最好飲嘅咖啡，因為我知道呢個會讓我快樂。我亦中意喺餐廳訂壽司，因為我唔識整壽司。問題8，呢個嘢往後會花我幾多錢？無論金額幾細，經常性消費長遠都會聚少成多，所以計呢啲消費嘅影響好有幫助。你可以分年、幾年甚至一世嚟睇。唔好唔記得，你生活中嘅每個經常性消費都會拉高你嘅財務自由數字。若果你一年每日買一杯咖啡，總共花幾多？健身房會員月費一年總共幾多？每日一杯$3咖啡等於一年$1095，10年$10,950。每日一杯咖啡，10年嘅花費仲可以接受，呢筆錢我願意看。健身房月費每月$900，一年$900，10年至少$9000，因為會費將來好可能會加。若你領咗呢啲錢，但只用單車或者橢圓機，唔如喺屋企放啲訓練器材。你訂閱 HBO 頻道，每月花$14.99，一年係$179.88。分析自己嘅開支後，我發現我每星期食墨西哥卷餅嘅習慣，一年花咗超過$820，加起來好可觀。但我計入方便性後，確認自己買同準備食物嘅成本會更高。買出面嘅咖啡比喺屋企沖多花$891，一年$1095，對比一年$204。第一次計呢個時，我嘅實際人工率大約係$10，所以我決定唔想用人生89小時換飲外賣咖啡嘅習慣。但隨我收入同每小時真實人工慢慢增，而家大概只用一年20小時就可以換我全年飲咖啡嘅習慣，我都覺得值得。問題9，呢個嘢喺使用前嘅價值係幾多？呢個問題唔啱用咖啡做例子，跟住落嚟我用其他方法解釋。若果你想買件經常用嘅嘢，你應該根據使用前嘅價值同你用嘅頻率去評估佢嘅價值。例如你中意燒烤，想買個燒烤架，睇中2個，一個$500，另一個$1000。除咗比價，你都可以考慮一年會用幾次，打算用幾多年。若果你每星期燒烤2次，一年係104次，你打算用呢個燒烤架10年，就係一年104次用10年，等於大約1040次。跟住你可以將2個燒烤架嘅標價除以呢個數字，計出用1次或者1年嘅金額。所以$500乘以1040次，等於每次$0.48，或者$500乘以10年，等於每年$50。若果用$1000嘅燒烤價計，就係$1000乘以1040次，等於每次$0.96，或者$1000乘以10年，等於每年$100。$1000嘅燒烤架比$500貴好多，但仔細睇用1040次後嘅差別，你每次只係多花$0.48，或者每年多花$50，就可以有用質素極佳嘅燒烤架。每年多花$50，或者每星期多花$1，用靚啲嘅燒烤架值唔值得，決定權仲喺你。若靚嘅燒烤架操作更方便，煮得更快，或者一次過整多啲人嘅份量，選擇就簡單咗。呢個問題尤其啱用嚟評估大額消費，例如車、船，或者你可能只會喺特別場合着幾次嘅衫，例如晚宴、禮服
或者化妝舞會嘅群。問題10：呢啲錢喺未來值幾多錢？以上問題改變咗我嘅人生，但仲有一個問題你都要考慮，呢個係我最中意嘅一條計數。若你當初冇有消費，原本想花嘅每一美元都可以拎去投資，所以你應該永遠咁諗，尤其考慮大額消費時，若呢啲錢拎去投資，喺未來會值幾多錢？我哋再用咖啡做例子，計今日喺某件嘢花嘅錢，喺未來5年、10年或者30年後值幾多錢？一個簡單算法，適用任何消費，可喺 https financialfreedombook.com tools 揾未來價值計數機。以7%年增長率計，我哋今日花喺一杯咖啡嘅3美元，5年後值4.21美元，10年後5.9美元，30年後22.84美元。呢啲數字或者聽落普通，但用年做單位，睇下同樣期間嘅咖啡錢。你每年花1095美元飲咖啡，呢筆錢5年後值8123.26美元，10年後10886.7美元，30年後12859.3美元。唔飲咖啡嘅人可以儲咁多錢？你今日買任何嘢，會同時犧牲儲錢同俾錢增值兩個機會，所以每次消費，你會拉長達成財務自由目標數字需要嘅時間，而且因為通脹，錢會貶值，你等得越耐，要儲嘅錢越多，呢個係花錢同投資嘅負正效應。你投資嘅每一美元，可以幫你更接近財務自由數字，減少達成數字需要嘅時間。你花嘅每一美元，代表你要做更耐，花更多時間先財務自由。買嘢嘅時候，你會有損失，唔單止係產出去嘅錢，仲有錯過產錢增值嘅機會。若果你唔買新車，慳4萬美元，你可以用呢4萬美元去投資。呢個影響唔單止你嘅淨值唔會減4萬美元，仲會喺未來10年、20年或者30年多4萬美元，以每年7%嘅速度增長。你唔買新車多投資嘅4萬美元，每10年會增長1倍。10年後你有8萬美元，20年後16萬美元，30年後32萬美元。所以每次你揀唔花錢而拎去投資，你會將錢本身嘅影響力放到最大。經常問自己，呢啲錢今日對我更有價值，定係未來對我更有價值？你會發現你更想投資而唔係花錢。呢個亦帶出最重要嘅下一個問題。問題11：呢啲錢能夠買到我未來幾多時間？自由。喺達成財務自由嘅過程，我計出我每儲25美元就可以買未來1日嘅自由，大約1美元等於未來1小時嘅自由。所以若有一日我儲咗100美元，我就知已經為自己買咗未來4日嘅自由。呢個項我喺消費時更容易決定，因為我可以用未來嘅時間量化，而呢啲時間意味住自由。因為複利關係，你越年輕，為買1日、1星期或者1年嘅自由需要嘅錢越少。因為呢個計式唔易手動計，所以我整咗個簡單線上工具，你可以根據而家嘅投資金額、預期投資增長率同預期平均通脹率，計出買1日或者1年嘅自由要幾多錢。你亦可以計你投資嘅金額，可以買未來幾日嘅自由。你可以上 https financialfreedombook.com tools 查財務自由計數機。結語：以上內容看似唔易消化，但你多練，答呢啲問題會越嚟越簡單。你會慢慢有能力做出更好嘅財務決定。信我，呢個會對你嘅心理有好大作用。記得一切歸根於取捨。若嗰杯3美元咖啡懶你快樂，你又清楚要工作16分鐘去換，但你覺得呢個交易值得，就去飲咖啡吧。但你用呢啲問題檢視每年嘅經常性開支或者大額消費時，你要諗清楚每1美元嘅價值係幾多。再講一次，呢個係點解最好嘅儲錢方法係唔花錢。一件嘢值唔值得，你可以決定，而呢啲決定累積起嚟就係你未來嘅自由。你可以上 https financialfreedombook.com tools 將列有呢啲步驟嘅小卡下載到手機，或者印出嚟放喺銀包。重點複習。
第一，計你嘅每小時真實人工，即係加上準備出門、通勤、出差、放工後減壓，或者任何因為呢份工而產生嘅時間或者事務後，你每小時實際揾到嘅人工。第二，買任何嘢前，先問自己以下11個問題：花呢個錢我會有幾快樂？我要揾幾多錢先買得起呢件嘢？我要用人生幾多小時去換呢件嘢？我買得起嗎？唔睇金額，用百分比睇價錢差異，有冇更平嘅？有冇免費交換嘅？為方便，我花咗幾多錢？呢件嘢將來會花我幾多錢？呢件嘢喺使用前嘅價值係幾多？呢啲錢喺未來值幾多錢？呢啲錢可以買我未來幾多時間、自由